先来看今仔日透早3点外，伫新竹市东区的高翠路一间便当店，竟然发生这假事爆炸意外。因为这爆炸威力实在伤大，毋但建筑物受到损害，就连附近的车辆嘛拢变形去。事故是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随落这新竹市府是会派人来协助检视建筑物的结构，也有安全性。 透早3点外，大家也搁咧困，就伫这个时阵，雄雄发生大爆炸。拜日新竹市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发生瓦斯爆炸，那便当店内底物件全拢飞出去，建物也受到严重损害，连停伫路边的坐台轿车甲奥多麦拢已经变形。上局接到通报了，赶紧到现场抢救。伫便当店甲隔壁卖芳的店内底，拢总救出4个人。不过芳店的翁仔某咧爆炸了，后壁倒地着，送医了都无救回来。我以为是打雷，咚一下，楼梯窗倾不倒嘛，倾不倒，然后我就起来，我以为是大家都以为是打雷啊。我听到一声巨响，我那边的监控那个就有在摇晃，后来出来查看的时候，才发现现场一片狼藉。现场其实爆炸的威力，我们看到真的非常的大哦，尤其整个墙，包括车子啊什么都炸得满地面都是了哦。那目前初步研判哦，应该是瓦斯的一个气爆。因为爆炸规模实在伤过大，住伫附近的邻家厝也受到严重损害。根据统计，拢总有8户，大约18个人受到影响。市府把赶紧甲受灾户安排大的所在。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察以及确认目前的一些疏散的状况。那目前的话，社会处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根据初步了解，便当店内底除了有放瓦斯桶，也有天然瓦斯。事故原因，消防局目前也搁咧调查。这届瓦斯爆炸，拢总造成2个人往生，2个人受伤。随去新竹市府会派人协助检视厝的结构甲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